接下来小家一代用瓦楞纸来创作嘅客家后生艺术家钟凯祥，伊完成如果好动物对图鉴到杂志，所以同动物有关的东西一路就蛮中意哦。读中学家下呢，就开始自家起名去做动物纸模型，因创作嘅许多年。太后一年成家下，伊用瓦楞纸作为有人按过嘅钢铁人，韩国系本演员小老婆到你主动分享提伊嘅面书方。钟凯祥按张到位创作能力，鲁莽也受到注意。也很多年来，伊嘅创作还结合为动物同人体两种元素，表达人类按谈剥脱的动物的生存权利，而提出俺能分享生态环境。一见到一种硬纸板行过高，便列出乜嘅东西咯。就看到钟凯祥有年有后同硬纸板做出开水蛋干嘅样嘅，看到人外黑。收集一大本就很有成就感。哦，最后是画这两个。喺我讲到钟凯祥用嘅来做日行创作嘅，爱对佢hand套幼稚園嘅世界講起時，也幾本嚟嘅作品，地都出開喺佢限制世界，看到同我哋書照等白嘅，下後佢感覺像畫圖唔定嘅，就開始改雜誌。我會覺得說，折紙的書教我們的折紙還不夠擬真，所以我就會開始另外剪一些零件去折去凹，然後把它粘到折紙上面，讓那隻昆蟲看起來更寫實。然後後來有一天是在士林的一間昆蟲店，我突然很想要做作品，但是我那一天就沒有帶到材料，我就看到旁邊有一個紙箱，我就把紙箱拿起來，做了一隻螳螂。對，是我高中的時候，所以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一直用紙箱來做作品，因為它隨處可得。钟凱祥同鋼鐵人雕塑比，也從人按國泰用硬紙板作為鋼鐵人，係佢睇佢哋世界嘅作品，給世界限日本做鋼鐵人嘅演員，寫羅普托尼主動分享嘅經驗演說後，按你鐘凱祥嘅創作唔但將喺台灣打出名聲，連西田巴哈玫瑰出名。因為我收集很多玩具，我想說擺一隻1比1的在我的房間裡，應該會很棒。我就上網查，一隻好像25萬還是40萬吧。然後我就想說，不如我就自己做好了。對。我可以也下累累貫講佢嘅作品，講到回頭到尾。其實睇讀睇嘅之前，而是係佢哋改掉唔到好講話嘅聲音呢。好萊塢的電影的特效團隊先拍過其他作品，所以那陣子就感覺一直很新穎。在那個時候，我是個還是不太會說話的人，我是上台自我介紹都不上台的人。對，我不可能像現在一樣一直講話，一直講話，一直講話。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是人生多了很多變化，可能要去演講，可能要去教課，要開始一直面對人群一直講話，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折點。眼睛是怎麼做的？你們玩過保麗龍膠嗎？有玩一下，一直捏，它會變成一團。今年內為等鐘凱祥對嘢製作作品充滿神經快樣嘅，也對製作嘅昆蟲同動物從真實嚟樣嘅，怕連露天過就唔敢欣賞的。從亞洲其他數嘅紅嘅複音調看真來，連調模可以來錄從真件嚟樣嘅，實在唔甘心，也係用硬紙板做出來嘅。你像那個麻雀啊，做的栩栩如生，仿佛看不出來是一張紙做的元素，代表那個而且那個要很細心，很有耐心。它每個東西就是展現它力與美，然後每個材質用一張不變的紙做成很多很千變萬化，他腦中心跟手想的東西。因為我喜歡把我的動物做得跟真的一樣，然後拿去給別人看，別人會嚇一跳。我小時候就很有成就感，是這樣子。對，那我也一直在追求寫實這件事情。
佢後研究通過咧國家嘅韓國肌肉上來用嘅，總會上嘅作品未強調肌肉線條，從真實嚟用嘅，表現通過咧野性吞噬條。覺得這很棒，真的是很讓人家很難以想象，只是類似瓦楞紙，只是紙箱，一般的紙箱竟然可以創出這麼多的作品來，而且他的很多作品都很多肌肉線條，每個肌肉線條都有完整的展現出來。總會上改後太子人嘅生活，博托尼利嘅作品以吞動物、人體兩種元素結合起來，表達人類為到自家嘅生存吞上嘅蔬菜，使吞動物嘅生存權利重接為，希望傳達保育動物嘅觀念，提出生態分享。主要是在講動物保育嘛，像犀角、犀牛角，很多小朋友其實不知道犀牛為什麼會被殺害，對吧？其實就是我在展覽的時候就會講啦。他們就是犀牛角會被割下來，被拿去做中藥。那大家覺得吃了犀牛角之後，身體就會變很強壯。然後就跟小朋友說，其實犀牛角的成分跟人的指甲一樣。你覺得你生病的時候咬指甲會好嗎？小朋友就說不會。然後我就那就說對啊，那麼他們是不是很無辜？我會用我的作品在展覽的時候，順便去做一些生命教育，就是我想讓他們知道這個事情。總會上按他嘅創作能力，實質到佢從主張愛來做製作加項創作，唔過佢睇傳統嘅行人家庭態，按到叔公阿伯做嘅門，作為到來實下，後代阿爸爸無佢動機，隨才佢發展。因為我爸爸是我們家族裡最小的，他有2個哥哥，4個姐姐，對，然後他又很小的時候就跑到台北了，所以我覺得他可能觀念上比較不一樣。很明顯，因為我可能回鄉下，長輩們就會跟我爸爸聊天，你兒子怎麼辦？韓體周邊呢種快上已經計劃好佢韓白愛做乜嘅。我覺得路線很多，因為它不是框架下，所以它沒有框架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對啊，我可以拍一些影片，可以教學，可以去學校教課，對，可以做作品販售。可以把作品做成其他形式的作品，再去販售。像有某一些我比較特別的系列性的作品，我可以去掃描，做成扭蛋小型的。無什麼樣嘅硬字吧，睇種快上嘅書框唔係切就係改，經驗建作做出各種象徵嘅生活，種快上嘅字世界做得講天台氣態。